日日去嘆世界，減輕屋企人負擔。你冇聽錯，今日進優生活將會帶你參觀位於紅磡一間獲社會福利署認可、位於房協長者屋下面嘅日間中心。呢度主打北歐式嘅室內設計，專業照顧團隊，包食、包玩、包照顧，仲有政府資助最高可以達到95%，俾爸爸媽媽、爺爺嫲嫲輕鬆享受專業日間護理，而你亦都可以真正鬆一口氣。究竟紅磡呢間長者中心有幾靚呢？點樣申請？即刻跟住我哋嚟睇下啦！進優生活復康中心紅磡地理位置優越，位於利工街房協長者屋豐頤居嘅地下，由何文田站 A1 出口沿住佛光街下行，大約步行7至8分鐘就到㗎喇。或者從港鐵黃埔站 A 出口途經德民街同碼頭圍道，大約8至10分鐘就到達佛光街入口，正就喺嘉圍村對面啦。如果老人家行動不便，唔緊要，中心提供點對點交通接送服務，無論係前往中心抑或返屋企，都有專車接送，完全冇問題，屋企人就最放心。踏入紅磡復康中心，你會立即俾呢度嘅環境設計吸引。呢度採用北歐簡約風格，感覺溫馨自在，完全唔似傳統嘅長者中心。呢度樓底夠高，空間感十足，配合柔和嘅燈光同舒適嘅家具，確保長者有充足嘅空間喺放鬆嘅環境進行各種活動。而中心亦都有無障礙洗手間，配備平安鐘，將長者嘅安全同便利放喺第一位。首先要介紹呢張好受歡迎嘅水力按摩床。老友記平時肌肉繃緊、腰酸背痛，瞓上去用水力按摩，可以溫和咁放鬆深層肌肉，舒舒服服咁鬆一鬆，好似做 SPA 咁享受啊！嚟到日間中心當然有樂趣啦，呢度每日都有專人帶領長者做復康運動，亦都有寫書法、魔力橋、認知障礙訓練，亦都有老友記好中意嘅麻雀時間。中心會定期舉辦活動，例如樂隊演出、生日會、節日慶祝等等，俾長者保持社交。除咗活動，呢度嘅專業護理先係核心。中心有智能體檢站，可以幫長者測量心率、血壓、血氧含量等13種健康數據，即時掌握身體情況。而每位長者喺加入中心服務1個月內，專業團隊會進行健康評估，訂立一份專屬嘅個人照顧計劃。呢份計劃最少每年會重檢一次，確保跟進長者嘅身體變化。最特別嘅係，進優生活復康中心隔離就係佢哋自己嘅醫療中心，無論係中醫調理定係西醫門診，行2步就到啦，真正做到醫社合一。講到食，各位仔女最頭痛嘅就係驚老人家食得唔健康。喺呢度大家可以1萬個放心啊！中心每日提供早、午、晚3餐加下午茶，餐單營養均衡。如果有特別嘅健康需要，例如糖尿餐、碎餐等等，廚房都可以配合。最貼心嘅係長者可以揀帶晚餐返屋企，屋企人收工返咗嚟都唔使趕住買餸煮飯，擺入微波爐叮一叮就食得，大家都輕鬆好多啊！如果屋企人要 OT 或者臨時有事點算呢？唔使怕，中心提供日間暫託同延長時間服務，長者可以喺中心留夜少少，都有專人照顧啊！呢啲服務全部都係為咗支援照顧者，幫你減輕壓力，俾你有喘息嘅空間。環境好，服務咁全面，其實只要善用社署嘅社區券，合資格嘅長者可以獲95%資助。長者可以向所屬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、醫務社工、長者地區中心、鄰舍中心等等申請，完成社署嘅安老服務統一評估，就可以利用社區券到復康中心接受服務㗎喇。如果想申請日間暫託服務，就可以直接向本中心申請。
想了解更多，立即聯絡進優生活復康中心紅磡，電話22199193。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啦！我哋下次見。